足芳的。先生姐，你哪会晓煮咖啡啊？人教教的啊。人教你教，你都会晓哦，真巧。来，试看卖。安怎？是真芳啦，不过哪会苦苦？无掺糖当然嘛苦。来，掺一寡糖，还佫有美露果。还有安尼哦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今仔开始，我就是这间咖啡厅的头家啊。先生姐啊，你手管遐尼无闲，搁要开咖啡厅，敢有时间通顾？你莫甲我闹开啊！我实在是想无的，是安怎要开咖啡馆？爱啉过几摆咖啡，拢算会出来啊。话搁讲倒转来，咱台湾哦，是有偌济人知影通晓啉咖啡啊。安尼敢妥当啊？好啊啦，莫搁念啊，伊够呀。不管你感觉妥当还是无妥当，人都能开啊。查某人开店，就已经是足大条的代志啊，搁开甲咖啡馆，唉，想无啦。我是这。台湾第一女歌手开的咖啡馆。哇，巴西咖啡馆，遥我身边的巴西就咧遮咧。文佩，较紧的啦！你有想要啉纯纯酒家煮的咖啡？较紧的啦！安尼想有啊无？女歌手咖啡馆，这两项加起来，都是即马上流行、上浪漫题过的。行啊，入来。副长、局长，你来啊！生意真好。你即马哦，真正有成我跳舞时代内面写的迄个文明女。啊，恁坐啦，我请你咖啡，哈。来，小毛生，小姐，两位要啉啥？那拢无位呢。纯纯遮尔无闲，我看，咱规个连工才搁来啦。好啊。莫一直等看啦。哦。哎，小姐，你是哎，小姐，我足介意的，再包厢嘛对。你来这啉咖啡啊？我足介意你的歌声。对啊，我足介意你的歌声听。女歌手甲咖啡馆。我并无记。流线甲 romantic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わあ、張さんね、自分の教師の仕事を辞めて、このビクターの文芸部長の仕事を担当してくれて、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なんですね。台湾流行曲の成長とともにいたせていただく機会を与えてくれて、本当に社長に感謝してます。いや、この台湾の一番優秀な音楽家、わしの手に、これからね、そうだ、こちら、王郷さんですね。王郷です。じゃあどうぞ次が。どうぞ次が。王郷是一位歌手，也已经管落过来底吸盘啦。这回伊为着要咱立达担任咱的歌手甲作曲家，特别失去伊专卖局的头路啦。哦，是。
往后唔捌音乐啦，爱搁甲先生好好啊请教。哦，不敢当啦，不敢当，大家哦互相研究。社长野心真大啦，敢若无甲哥伦比亚拼倒伊唔甘愿。啊，咱台湾歌的市场吼，上强的就是哥伦比亚，啊，其他本地的会社拢无法度比。哦，啊，社长得到总部的支持，来到咱遮当然嘛是爱抢第一。先生，敢无爱安尼？哦，我是感觉讲吼，我大家来做，安尼台湾的歌才会发展。莫讲一定爱拼输赢，安尼较好啦。输赢吼，互因社长去输赢就好啊。咱就做咱的，尽量去做，免想遐济。你讲对毋对？对，有道理。安尼先生，头一步咱要做啥？哦，我来负责找写歌的先生，你负责聘请歌手。嗨。所以讲吼，我要做客盘，按说要当编曲方面做改良。即摆咱流行歌吼，拢是用西洋乐器的演奏，但是咧，我想要加入咱传统的乐器。哦，你是讲弦啊？对。那安尼拼啊，甲乌达啦咧？嘛会当啊，像即个锣鼓吼，嘛会当考虑啊。哦，哪里老咧啦？林州啊，你就是美吉达文艺部的部长周福兴先生啦。嘿啦，伊来找咱写词作曲啦。哦，好，赵长你好。林秋兄，你会使甲美国达写歌无？哦，有钱通趁，哪有啥物袂使啦？我拄好看手转来，无安尼，咱做伙啉，哪啉哪讲。好，好，对啦，对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伊也摕来，伊也摕来。啊，即个树啊吼，最近暗时拢无倒来困，是毋是去啉烧酒啊？你嘛吼小甲管一下，到时身体若拍歹，安都毋好。伊无倒来困，无一定是因为啉烧酒啊。啊，毋是啉烧酒，啊，要是啥？要带细姨哦？伊是趁到偌济钱，伊敢好野人，想讲要甲人带细姨。若有即款代志哦，你甲我讲，我就甲讲死。真有即款代志哦。尤卡，尤卡，尤卡。尤卡，尤卡，来，对了，来，这好哩。啥？酒钱啊，唔免啦。袂用的，查甫人哦，袂用的白食查某人的，你摕去。是人客才收钱，若是家己人，就免收钱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咱两个是家己人，家己人，对，咱两个哦是家己人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我是来啉咖啡的。我知你逐工拢来啊，共款的咖啡还佫加2个对无？请坐。どうぞ。那会你家己捧来？内讲
哪会拢无伫个？哎，拢无做啊啦，暂时还阁找无人。你还阁咧读册啊？台湾帝国大学。我知，我有看到。哦。你逐工来啉咖啡，拢免上课。无啦，因为我真喜欢听你的歌，讲上文雅，真好听。不过我还是上爱听望春风。哦，那安尼欢迎你以后免上课的时阵，常常来听歌。嗯。你慢慢啉，有需要再阁叫我。你好，我叫做阿君，请多多指教。你好，我叫秀兰，请多多指教。你好，我叫做安雅，请多多指教。啊，我是文艺部的王虎，欢迎加入，大家做伙来拍拼，做出好作品。好，来，内底请，请。谢谢。一年要来录40-50条，所以真需要优秀的歌手来加入。啊，恁进前是唱啥较济啊？我是唱歌仔戏的，自细汉8岁的时阵就开始学啊。哦，啊你咧？我以前是唱来较死的，专心手头头。开始。我之前去过日本2年，去学音乐。欸，你看啥？啊，是你社长派来做 spy 是？做啥物 spy？讲美国大招女歌手的消息报给恁社长吗？哦，原来你是咧招女歌手啊？有啥物了不起？我甲你讲啊，阮哥伦比亚女歌手啊，比恁搁较济，有啥物好报的？哎，你伫咧米塔是咧做啥？哇，我嘛是做业务科的啦，哦，但是我是科长。科长，我看是科长，裤脚的裤啦。对，哎。今日，你看得鬼哦？无啦，兄啦，我拄则经过米塔的时阵，看到足侪查某囡仔要入去米塔咧。应该是伫招考女歌手啊？应该是哦。有你捌的无？有2个足明实的，其中有一个敢若叫秀兰的哦。有咱公司的人无？无。安尼就歹参与啦。啊，毋过米塔好亲像要甲咱大车票哦，要甲社长讲无？免啦，社长要甲伊囥在眼内，我私底下甲周部长讲一下就好。哦。胜利即摆闹热滚滚啊！是安那？因一群签3个女歌手啊。有啥？柯明珠、罗碧霞、秀兰。柯明珠，我知影啊。去年伊甲去日本留学学音乐的组一个乐团，伫遐嘛有演出，我嘛有去看。是安那？你是烦恼好的歌手，拢去胜利啊？我烦恼的毋是干那歌手尔啦，我上烦恼的是写书拢有去找去啊。是啊，有好事才有好客。佳仔哦，我已经甲你领袖会师了啊，伊嘛讲请假事袂有难啊。你是讲这条我爱你哦？是啊，这条无好吗？无啦，我唔敢随便批评别人啦。只是进前伊写的词，我上侪2-3工就做好啊。啊，毋过这条我一直找无灵感。